現代通訊科技發達，唔使約出嚟都可以同至親好友傾密偈啦。大家就以為係密偈啊，不過隨時每一粒字咧都俾人牢牢掌握住啊！吉利集團董事長李書福喺一個論壇上面話，騰訊董事長馬化騰肯定日日都喺度睇緊大家嘅微信，微信即時發聲明反擊，公眾又會信邊個講呢？最新數據顯示，舊年50個主要城市嘅賣地收入比起前年多咗34%。有學者警告，地方政府過分依賴土地收入，會有潛藏危機。西岸一個新兵投擲手榴彈考試嘅時候甩手，手榴彈喺佢身邊爆炸，長官捨身相救。不過事件曝光之後咧，大家就紛紛討論佢哋嘅不死之謎。等間一齊睇下。嗱，現代科技日新月異，無論係通訊定係買嘢啊、交水費、電費啊，一部電話咧就搞得掂啦。不過同時令人擔心個人私隱嘅問題。除咗普羅百姓咧會擔心資料被不法之徒濫用之外，商界大佬咧就更加擔心會泄漏商界秘密啦。汽車巨頭吉利集團董事長李書福就喺一個論壇上面直指騰訊董事長馬化騰，話佢咧肯定日日都喺度睇緊大家嘅微信，因為佢可以隨便睇咁話。嗱，言論一出咧，即時引起輿論迴響啊！微信亦都急急發出聲明澄清，民眾又信唔信呢？你有用微信嗎？有啊。有用啊！入鄉隨俗，連佢都唔例外。 10個大陸人10個都用緊微信。嗱，我哋嚟到北京做嘢咧，都少不免要用微信同受訪者溝通。咁但係咧，如果聽到馬化騰以下嘅説話之後咧，就真係要停一停，諗一諗，就係諗下點樣翻牆用翻 WhatsApp。我更強大的一個能力，就是我們有幾乎每個中國人過去10幾年來他的臉的變化，所以我甚至可以預測他老的時候什麼樣子。馬化騰口出狂言，難怪有人就話用微信用到囉囉亂。你看我們的電話、微信，我心裡在想，馬化騰他肯定天天在看我們的微信，因為他都可以看的，隨便看。面對這樣一個問題，講實在話，我是比較苦惱的，因為我們很多商業上的秘密總是暴露在人家的這個眼前。微信隨即發公開聲明反駁，強調聊天內容只係儲存喺用戶嘅手機上面，公司唔會將資料用喺大數據分析。又話我們天天在看你的微信呢一個講法純屬誤解。嗱，市民對呢個解釋又收唔收貨呢？沒有什麼不可以發生的，因為老百姓什麼都你不知道啊，這後邊的技術誰知道呢？有市民話唔知道用戶嘅資訊原來無所遁形，亦有人話知道，不過就未驚過。不會擔心啊。為什麼呢？好多重要的話不會在微信裡說呀。反正我是不相信任何軟件的啊，都會私下去說的。不僅微信嘛，別的應該也都有暴露個人信息的這種，但是沒有辦法呀，要麼用，要麼不用。就算驚聊天內容唔保密，但因為冇其他選擇，市民普遍都話擔心唔嚟。雖然微信就聲稱絕無此事啊，不過似乎用家咧都唔係好相信啦。而事實上咧，過往亦都有唔少例子，有用家嘅微信對話內容懷疑外泄，被公安追究責任，又或者咧係成為商家嘅推銷目標。車連撞，2個警察倒地。早前哈爾濱有2個輔警執勤嘅時候被車撞到嘅視頻被放喺微信群組入邊，之後引發討論。這個范某呢，就在這個網上對我們進行一個人身攻擊，其中有一句話呢非常惡毒，就是說直接就把他幹殘了。佢就因為呢句說話被公安傳喚，要接受批評教育。北京朝陽區嘅皮村上個月被查封，15個清華大學嘅學生用微信群組相約去到皮村，結果被公安監控，並且喺內部文件中列出微信群組嘅部分對話內容。而一啲敏感嘅話題更加隨時遭到刪帖嘅待遇，連商界人士亦都唔能夠幸免。其中蘇豪中國董事長潘石屹早前成為另一個富商郭文貴指控嘅對象，佢喺自己嘅微博辟謠，但仍然被不停刪除。前中央台主播崔永元舊年喺微博
向政協主席俞正聲發出一封公開信，批評監管部門胡亂刪帖。不過文章發布之後10幾分鐘，亦都難逃言論被消失嘅命運。有網友就指出生活實例，話如果想買火車飛，喺微信應用入邊搜殺咗火車車次，好快就會有自稱係票務公司嘅人嚟聯絡你，質疑微信泄漏私隱。樓係用嚟住，唔係用嚟炒呢一句説話啦，相信係19大報告當中民眾最有同感嘅一句啊！中央都想將投入地產嘅資金轉翻去實體經濟啊！不過矛盾之處咧，就在於好多地方政府仍然係靠賣地收入作為主要嘅經濟支柱㗎。最新嘅數據顯示啦，舊年50個主要城市賣地收入比前年多咗3%。喺保住地方經濟同令到民眾安居樂業之間，又應該點樣去到取捨呢？中央政府一邊調控樓市，但去到地方政府，地產仍然係佢哋嘅經濟命脈。有地產公司發放最新嘅統計數據，話內地舊年50個主要城市嘅賣地收入創下新紀錄，累計金額達到35700億人民幣，比前年多咗4%。有13個城市嘅賣地金額升幅已經超過正常嘅財政收入。即係賣地已經成為地方政府最重要嘅單一來源。事實上，有內地智庫做嘅另一項調查發現，截至舊年第3季度，有12個城市嘅國有土地出讓金已經佔財政收入嘅比重超過一半。最嚴重嘅廣東佛山市，佢嘅土地出讓金達到近700億，即係遠遠超過正常嘅財政收入近50%。同佛山有類似情況嘅，仲有南京、杭州同埋濟南。有房地產專家話，地方政府依賴土地收入呢個趨勢仍然持續。佢警告，到咗一日賣地收入突然下跌，問題就會衍生出嚟。就是會有大量的，包括1、2線和3、4線都會面臨這樣的問題，就是土地賣不出錢來，沒有原來那麼多錢了，但是這個胃口又大了。是吧？因為這些年這個土地收入很好啊，房地產開發很好啊，突然之間萎縮，中央的這個錢還能夠去支持到地方嗎？是吧？你光一個中央能夠管得到這麼多個地方的這個城市的這個財政不平衡嗎？這個問題恐怕也是一個非常嚴峻的一件事情。韓世彤認為，想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係應該設立一套長效機制。佢又話，最適合設立嘅時機可能係幾年前，而家設立會帶嚟一定嘅風險，但佢認為仍然應該要做。有線電視記者曾海琪廣州報導。北京西郊線列車係北京第一條使用現代有軌電車嘅線路，因為途經頤和園同香山等嘅旅遊景點，被稱為係北京最靚嘅電車線。星期六正式開通，不過行咗2日就出現脫軌事故啊！之後再因為剎車問題唔受控向前衝，目前香山站已經暫停服務。北京西郊線列車上個星期六正式開通。因為途經頤和園同香山等嘅旅遊景點，被稱為北京最靚嘅電車線。但行咗2日之後，列車就已經發生意外。一架列車星期一中午喺終點香山站駛出咗路軌。中間有一節車廂，因為那個道岔翻了一下就脫軌了，還沒傷人，然後就趕緊把別的車疏散了，終點站就關了。鐵路公司即刻安排吊車，將列車搬翻上路軌。但係去到夜晚，嗰架列車懷疑因為剎車有問題，唔受控咁向前衝，工作人員追都追唔切。直到星期二朝早，香山站仍然暫停服務，有維修人員就檢查路軌，亦都有列車停喺站入邊。有遊客去到車站先發現列車停駛。我看剛才那個道口那好像有幾個人。他那是修鐵路的，就是那鐵道有修那鐵軌的，對對。就是他不一定能修得好。昨天拿了一批人走了，今天又。哦，不是剛開嗎？是剛開，但是他總剛開，他肯定有點問題了。那個。北京公交集團就回應話，嗰架出軌嘅列車喺抵達香山站嘅時候就已經發現有問題，點知駛返車廠嗰陣，中途喺分流區域跌咗出路軌。現時西郊線其他部分仍然繼續通車，集團亦都安排咗巴士接載乘客去香山站。
西郊線全長大約10公里，全程嘅車速大概維持喺每小時20至30公里。每逢經過一啲接駁位置嘅時候，就特別放慢車速。嗱，呢條線咧搭起上嚟都仲算穩定㗎，咁但係有時就會有啲左右搖晃，感覺就好似喺香港搭緊輕鐵一樣啊！西郊線係北京第一條使用現代有軌電車嘅線路，2009年開始動工，以觀光同埋旅遊為主，所以平時嘅乘客會比較少。中國鐵路總公司黨組書記陸東福指，今年工作目標係保障鐵路安全，唔發生重大及以上責任事故，期望旅客接載量達到32億人次，運貨量30億噸，全國鐵路投資7000幾億元。而為咗配合19大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陸東福指會力爭高鐵喺2020年覆蓋80%以上嘅大城市，而去到2025年，鐵路網規模要達到175000公里，到2035年就要建成發達完善嘅現代化鐵路網，提供強大運輸保障。被北京證監局責令回國履行職責嘅樂視創辦人賈躍亭發回應函，話已經委託太太同埋哥哥全權代理佢行使公司股東權利、履行股東責任以及負責資產處置等工作。佢嘅哥哥賈躍文上個星期已經去到北京證監局溝通同匯報。賈躍亭話：公司嘅債務危機俾社會、政府、投資者、股民等帶嚟巨大影響同損失，深感愧疚同自責，會盡全力還債。海南海口48歲嘅巴士司機陳海東，上個星期六喺駕駛途中突然病發，佢忍痛將架車停低之後，隨即喺司機位上面昏迷。乘客見到立即報警，但係陳海東最終不治。網民讚揚陳海東喺生命最後一刻仍然不忘乘客安全，自己嘅生命危在旦夕咧，都仲忍痛停好架車，保住成車人嘅安全啊！呢一個司機咧真係值得尊敬啊！如果唔係，後果啊真係不堪設想啦。呢一種精神咧，如果換喺戰場上面都一樣適用㗎。嗱，西岸一個新兵啦，投擲手榴彈考試嘅時候甩手，長官喺千鈞一髮之間捨身相救。不過事件曝光之後咧，大家嘅反應咧就係偵探上身，討論佢哋嘅不死之謎。即使你平日有幾淡定，以下呢個考試可能多少令你有啲忐忑。準備完畢，開始。激動嘛，以前只是在電視裡看過，但是現在要真的投實彈，就很期待。但唔係人人都咁威武㗎。西安飛行學院一名新兵上個月初考試嗰陣，緊張到右手大量出汗，令已經拉開引信嘅手榴彈瞬間滑落，彈至身邊，3秒後爆炸，一股硝煙散去。負責安全嘅班長同新兵似乎冇大礙咁企翻起身。點解手榴彈喺身邊1米距離爆炸，兩個人可以即時企翻起身呢？我哋不妨喺其他投彈考試報導揾出答案。原來喺士兵背後都有個避險坑，為失手留有後路。其實呢類掟手榴彈失手嘅畫面，經常成為話題。新兵團的投彈訓練場上，卻上演了驚險的一幕。不過角度全部都係報導敏捷嘅長官點樣捨身保護士兵。與其話考新兵投擲手榴彈嘅技巧，不如話係考教官逃生反應，千鈞一髮之間捉住新兵跳落避險坑。廢話少講，不如睇多一位身手敏捷嘅教官啦。事後同新兵嚟個檢討，並唔係拋低一句你哋冇做錯到就可以令到下級有所進步㗎。嗱，後面係咪真係有逃生坑呢？其實而家都證實唔到㗎。嗱，咁如果係冇嘅話，又點樣解釋呢？每次新兵有失誤嘅話，最後大家都可以安然無恙嘅呢？嗱，網上唔少人咧都有同一個疑問㗎。嗱，其中一個懷疑咧就係個手榴彈可能咧就只係俾新兵考試用嘅訓練彈，威力有限咁咯。嗱，咁咪真係假嘅咯？嗱，唔係話實彈訓練爆嘅時候可以產生280幾塊碎片嘅咩？嗱，呢一個問題咧，可能就同個人私隱一樣，就睇你信唔信佢係真的假不了啦。好啦，節目時間到呢一度，等間仲會有其他新聞，拜拜，拜拜。